講真，今年呢場車厘子嘅價格戰，對我哋消費者嚟講真係一個大喜訊。以前可能一年只係捨得買一盒嚟慶祝下，而家直頭可以一個禮拜買一盒，當飯後生果咁食。我身邊好多朋友以前都話車厘子係貴族生果，而家個個都話要去果欄掃貨。不過大家去果欄嘅時候都要注意，最好係凌晨12點之後去，因為嗰陣時係最高峰時期，啲貨最齊，價錢亦都最容易講價。如果你係朝早或者下晝去，嗰啲叫散貨，價錢通常會貴少少，而且啲貨可能已經喺室溫擺咗一段時間，冇咁新鮮。我想講講點解今年塔斯曼尼亞車厘子會賣得咁平。除咗我頭先講嘅供求問題之外，其實同全球嘅經濟環境都有關。大家知唔知以前塔斯曼尼亞車厘子有好多係銷往內地市場嘅，但係近年因為各種原因，內地嘅消費力有少少放緩，加上佢哋自己都開始種一啲高端嘅車厘子，導致澳洲出口去內地嘅量冇以前咁瘋狂。咁剩低落嚟嘅貨去咗邊？當然就係嚟咗香港呢個自由貿易港啦。香港人對生果嘅要求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，我哋要食就食最靚嘅，所以呢啲頂級貨源就全部湧晒入嚟。當供應多咗，需求又冇以前咁誇張嘅時候，價錢自然就會崩盤。大家記唔記得喺2022年嗰陣，因為疫情嘅關係，物流成本貴到飛起，嗰陣時一盒車厘子真係貴到離晒譜。而家物流回復正常，加上產量大增，呢個斷崖式減價其實係市場回歸理性嘅表現。所以大家唔使擔心係咪因為有咩問題先賣得咁平，純粹係因為今年係一個豐收年，加上市場競爭激烈。不過我想強調多一次，買車厘子真係要小心假貨。最近我聽聞有一批假嘅 Tasmania Ruby 流入市面，個盒做得到90%相似，但係入面裝嘅係智利嘅二等果。智利車厘子唔係唔好食，但係佢哋嘅品種同塔斯曼尼亞係唔同嘅。塔斯曼尼亞嘅品種多數係 Coudia 或者 Regina， 呢啲品種嘅特點係個皮好厚，果肉好脆，而且有一種好獨特嘅花香味。而智利嘅品種多數係 Labens 或者 Santina， 皮會薄啲，食落去會多啲汁，但係唔夠脆。如果你用塔斯曼尼亞嘅價錢買咗智利貨，咁你就真係做咗老襯。所以買嘅時候一定要認清標籤，掃描 QR code。如果你問我今年邊一個牌子最值得買，我會話如果你追求極致嘅性價比，就揀 Tasmania Ruby， 因為佢而家個價錢真係跌得最勁，400蚊有找真係冇得輸。如果你係送禮或者對品牌有一種情結，咁就揀袋鼠牌。雖然貴少少，但係嗰個金色袋鼠嘅光環係無人能及嘅。另外仲有一個牌子叫 Hanson， 佢哋嘅黑車厘子今年都做得好出色，價錢同紅寶石差唔多，都係非常之抵食。我喺果欄仲觀察到一個有趣嘅現象，好多檔口開始將啲車厘子拆開一磅磅咁賣。呢種做法以前喺果欄好少見，通常都係一箱箱咁走。但係因為今年貨真係太多，佢哋想接觸更多唔同嘅客群，所以就算你唔係想買一整箱2公斤裝，你都可以去買1、2磅試下先。呢個對好多單身或者小家庭嚟講係好消息，因為你唔使擔心食唔晒會浪費。大家聽完我講咗咁多，係咪已經好想即刻衝去果欄買返幾盒？唔好急，等我再教多你一招點樣保存車厘子。買咗返去之後，千祈唔好洗，記住係唔好洗。你要食嗰陣時，食幾多洗幾多，因為車厘子個皮好薄，一旦沾咗水，佢就會好快變腍，甚至會裂開。你買返嚟之後，連埋個盒原封不動咁放入雪櫃嘅蔬果格，最好溫度維持喺0度到4度之間，咁樣就可以保存得最耐。另外，大家揀車厘子嘅時候都可以睇下個顏色。塔斯曼尼亞嘅車厘子通常係深紫紅色，甚至係近乎黑色。呢種顏色代表佢嘅成熟度非常高，花青素亦都最豐富。如果你見到啲車厘子係鮮紅色，雖然望落去好靚，但係食落去可能會比較酸。真正嘅極品係深色得嚟又有光澤，攞上手仲係凍冰冰嘅。今年嘅車厘子市場真係一場精彩嘅大戲。由以前嘅高不可攀，
到而家嘅平民化，呢個過程其實都反映咗我哋消費習慣嘅改變。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買貴嘢先係好，但係而家大家更追求性價比。既然而家有咁好嘅機會，可以用咁低嘅價錢食到世界頂級嘅生果，點解唔好好享受下呢？我喺果欄行到凌晨3點幾，見到啲搬運工人仲係咁搬個不停，一車車嘅車厘子運走，一車車嘅新貨又運到。雖然價錢跌咗，但係交易量似乎仲大咗。好多酒樓、餐廳嘅採購員都趁呢個時候大量入貨，用嚟做甜品或者餐後生果。如果你係精明嘅消費者，你都應該好似佢哋咁，識得喺低位入貨。總結一下今晚嘅直擊報道。第一，車厘子真係崩盤咗，名牌貨好似紅寶石咁，400蚊有找係真嘅。第二，袋鼠牌雖然仲係名牌，但價錢已經變得好親民。第三，買嘅時候一定要睇條柄、睇光澤，仲要防假貨，唔好因為平就失去理智。第四，今年嘅細果性價比極高，自己食絕對係首選。我而家手上攞住呢盒剛買嘅紅寶石，雖然只係用咗300幾蚊，但係嗰種重甸甸嘅感覺，同埋打開盒見到嗰啲好似寶石咁閃閃發光嘅車厘子，真係覺得好治癒。呢個就係生活入面嘅小確幸，唔使花大錢都可以享受到高品質嘅生活。大家聽完之後，聽日放工或者今晚半夜，有冇興趣親自去一轉果欄，感受下呢種斷崖式減價嘅震撼？買生果除咗係買一份味道，其實仲係買一份心情。喺呢個節奏咁快、壓力咁大嘅香港，能夠同一家人或者好朋友坐埋一齊，分享一盒又大又甜、又爽又脆嘅塔斯曼尼亞車厘子，嗰種幸福感係無價嘅。更何況而家呢份幸福感只需以前一半嘅價錢就買到，所以唔好等啦。車厘子嘅產季唔係好長，通常去到2月底或者3月初就完。錯過咗呢個崩盤價，可能又要等下年，甚至下年都未必再有咁平嘅價錢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去果欄買嘢最緊要係帶夠現金。雖然而家有啲檔口都收電子支付，但係現金依然係王道，講起價嚟都容易啲。同埋記得帶個大啲嘅環保袋，或者直接開架車去，因為你一入到去見到啲嘢咁平，你一定會忍唔住買完一盒又一盒。我就係最好嘅例子，本來諗住買一盒，最後買咗3盒，一盒俾阿媽，一盒留返自己食，仲有一盒送俾隔籬屋嘅張伯，大家開開心心。如果你對揀車厘子仲有咩疑問，或者你想知邊間檔口最老實，你可以試下喺果欄度多行幾圈，睇下邊間檔口最多人排隊，通常嗰啲檔口嘅貨都係最新、最快流轉嘅。唔好怕收，多啲問價，多啲比較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喺果欄揾平嘢係一件咁有成就感嘅事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個關於車厘子嘅冷知識。大家知唔知點解塔斯曼尼亞嘅車厘子會特別好食？係因為嗰度嘅地理位置非常特殊。塔斯曼尼亞位於南緯42度左右，氣候好涼爽，而且嗰度有全世界最純淨嘅空氣同水源。車厘子喺嗰度生長得特別慢，生長時間長咗，積聚嘅糖分同風味自然就比其他地方多。所以就算今年價錢平咗，佢哋嘅品質地位依然係無可替代嘅。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嘅資訊，全部都係我親身經歷同埋同啲老行家傾偈得返嚟嘅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喺呢個車厘子熱潮入面，做一個最精明嘅消費者。記得揀車厘子要快、準、狠，見到靚貨，價錢啱就即刻出手，因為好貨真係眨下眼就俾人搶晒。我而家準備返屋企開餐啦，呢盒32毫米嘅紅寶石，我已經忍唔住想即刻洗嚟食。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，用400蚊有找嘅價錢，享受呢份來自塔斯曼尼亞嘅奢華滋味，就快啲行動啦！今晚嘅分享就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買到心頭好。